了嘛，我把那个这边你可以调这边都可以，你自己调，应该是调，反正你可以自己组合，的。你先把它加上去试一下吧，加上去试一下。这样子吗？哎，你然后在这儿一个的，一个的可以先把它固定。你也可以啊。你有没有夹子？这儿拿了一个。我这是个。我本来也是准备的看，买了那个吗？新的。头是我的。哦。下面那个是定制的。应该可以吧？今天调了一点早。哎，走吧，来了。来把这个开了。对，老回来了。马步啊，来喽！这个，走马出今晚来不了，也是噻，来了大客户的，应该是吧？我用的麦克风，20%。327，请坐上。什么？327是金明珠 MS。这是谁？有点像石泉鹤的，是不是？确诊要来晚一点。还戴眼镜的小朋友。哎，往前戴帽子啊！戴个帽子。戴个。你咋今天戴个帽呢？戴个帽子啊？有点哦，可以，给我剪短了。对，来了，妹妹来了，在那个德国那个小朋友之间，也不是小朋友，是德国那个。哎，你好，哎，你没走啊？啊？你没走？我没走，这2天。就是这几点的没哦，现在就全功夫就拍。就这个。对啊，走吧。我拍的就这个了。这儿确诊要来。哪个？确诊，他朋友。好，谢谢。OK。
对，一大群，一大波，4个都在跳。我这屏幕没调亮，应该可以。可以调那个低位调高一点，会调那个冷光源嘛？冷光源。对。调那个模式调了。这个是吧？这是妹妹嘛？俺同学没来。智能开启，智能跟随。这个好用，这个就是好用。这个它是1英寸的那种，1英寸的大那个 CMOS， 对，效果非常好。拥挤来了，谁来了？悄悄咪咪的，我刚刚没看见，刚刚来吧。本来星期5、星期6他都要来，05吧。
个是周人拉姆，3个再加上这个好少来，去周二来了。这欧姆哎，欧姆穿的啥？这个颜色有点，第一次看他穿那个。来了。哎，17也来了。17什么找不到感觉？跳舞吧，听到歌就可以找到感觉。哎，17号雍正水高嘛？而且17要高一点点呢。他给我跳个4000块钱，800块钱他自己扣了。哎，欧姆，哎，曲真来了。曲真今天过生日。刚出来的。应该买的这个。他是苹果这个？还是买的这个最好。真的吗？对啊，这3000多块钱买的。我感觉这个小红花。这个肯定啊，这个屏幕颜色一样的，只是说它是高动态的那种，就是该亮的时候就亮，该黑的就黑。哎呦，他也来了，家门也来了。永吉说找不到地方了，3点3也没来了是吧？怎么可能啊？这个是，没电了，什么情况？关了是。靠，麦克风没电了，它自动给我关机了。这个衣服是曲真，确实的曲真。他也大了1岁了。他说没事儿，你过了阴历还有阳历，还有藏历，还有3个，可以过3次生。阿布，好的。
花场曲证来了，还有谢谢啊！他们3个在坐在一起的。3个曲证。生日快乐！哈哈，不要说吧。3个和尚早期花堂，还有一个曲证。太瘦了。哇，这个小朋友穿了藏装 ，Sweater Coat。
边是都过的，这2个还没回去，王青他们那儿的。说的他不太承认。车上他回来了。曲墩儿，应该是老店了吧？秋季来了，哎，跳不开了，是吧？怎么回事？跳不开了就排会儿。我也跳不开了，我有点跳不开了很。人太多了嘛。全是小朋友把拥挤的包围了。小朋友。
问题学，有给1400句。看见妇女这个是给谁的？劳动生产交替，我上南路路途，杨雄三爷何在？杨雄两代舅母不完了吧？一人干西边一马，我这边一马，我上这边一马在哪？我也搞在看吧，我主。是个登知的吗？没看到是。大人比较多嘛，人家带小朋友跳。学真啊，那个在技术是哪边送的？等一下啊，哦，在后面那个，在后面那个那边，哎，我们这衣服，谁我们这个？就是那个戴帽子那个男的后面。啊，对。我到学就戴帽子，他们戴帽子。哎，对。
哦，苏先生，这是徐峥。就随便挨着数嘛，反正他那个没事随便数。哎，学真的。他今天生日的嘛？对啊，就是因为他们生日新加坡送的。这个是百合和那个玫瑰。和那个百合和玫瑰。和玫瑰嘛？哎，和对，我的没有。那个嘛？我说哦，那嘛？这个好像是不知道他拿的什么，不知道。应该是那个方便面那些，我不知道，他应该送我那个的，另外的那个，没事儿，等会儿跟他说一下，他没那个单独给，不是这个，那个是给取真了，有个起方便面，以前买了个没给他搞忘了，不是搞忘了，我跟他单独给他买了，晚上他不是熬夜嘛。新加坡的我们那个这个苏先生送的那个取真的，还有送给莹莹，还有拉布娃，还有我们把衣服脱掉了，太热了。这个人今天生日，还有17取真的，取真，对，那跳的是什么？是大郎取真嘛？他那个有前面。前面，不是穿背的吧？就是写的八郎取真嘛。前面在这儿，那个第二个粉色的那个，粉色、红色，这有什么名字呢？是取真嘛？取真，我取真了嘛？取真的出生。哦，对，就八郎取真。哎，对，就这个红色的一个，第一个。那个方便面，他的方便面是另外一个，他的，不是中的那前头那个不是吗？啊，没事，反正没事。他也喜欢看跳舞，他现在习惯了嘛，跳舞。多一会儿耍了3天，在这报了干嘛呀？鼓起喽！
啊，跳得很好。我觉得还要车上我就好了。他说上班。他穿不穿都跳得很好看了。上班啊。对啊。他的舞感多好嘞。他本来跳得很柔软，很好看，那个舞姿很好看。我就说舞感好。他又不加团队，而且他随时回去。他是。他们有团队叫把自己还要排练的。他回来参加国考啊，好重要。能多好一点。好远哦，他们。他回去都1000多公里。是吧？市区线。他都是每手的那个单子。他现在好多钱来去，他现在好多钱了，你要不要钱去嘛？八套木。再到时候一起说也可以，反正一个人再说一个都可以。就星期天的时候就订个30多条吧，一起送上。送死，他应该知道。拉不完哈，后面，后面往前面走，走，拉手的吧，等一下吧，是拉手，等一下吧，他们手有他们拉一圈，好。我这个跟谁的？这腿，这叫啥个呢？
3分钟那个版本就是叫阿古河川，如果7分钟那个版本叫想考忘了。哎，好，这里一下断路了。我这个配备很好嘎，这是拿手。对啊，上好久没拍过。要走了，要走了。每天人都多啊。这边，看一下啊，我看一下，在哪个地方？应该在那边华山，后面，好像是这儿，这边，这个穿黑衣服的那个。以前就穿那个桃红色衣服。对，就白裤那个嘛。对，好了我。今天没拿哈达，楼上快我拿了，他没收到消息。里面也有，帮忙看那些。找什么的？被收的。对，有点高一点。后面那点，帽子那边。这个穿衣服的，就这个，女的衣服那个嘛，就这个，你看嘛，女的衣服，对啊，就那个把我对，17。把它打到了，没有，我把它打上去了。咋不去了？
春香送的，因为今天来的时间比较紧嘛，然后我就没有安排一些巧克力的这种零食的没安排，下次再一起送2次也可以。这只是送了鲜花这次，因为今天晚上我还是要补课，没时间了。没去买东西，半个小时搞不定，没有去买。还有一个吧，应该还有一个是啥？看一下。还有一个玲玲没送。零嘛，哎，在后面，这边。穿了那个大红色的衣服，大红色，全红色，在这个第一个，见到吧？你见到过吗？这个红色的，大红色嘛，黑衣服后面那个嘛。对，黑衣服是美朵，后面是玲玲，就是那个黑衣服那个后面那个嘛。对，我觉得我认得。对，前面就是红色的第一个，第一个啊。还是这个，虽然没穿这衣服，应该来不及了。他衣服在另外一边在西面。说完了。
还下不来了吧？下不来了，哎，我这对不对吧？下来了吧？下来爽了嘛？下来爽了啊！下来爽了。他跑了。
去看能不能走，在路一个位置那里。好。你手太长了。
想做跳嘛，这样就跳了嘛。那草莓。
6分多钟，6点将近7分钟，差不多。还10分钟。跑第二天去了，俺跑第二天去了，跑第二天。这玩意太多了。哎。这凤哥他们没在吧？没来呀，亮哥也没来，都没来。协警要来，他没来，3个都没来，一个都没来。有几天我看是个戴眼镜在那管了。戴眼镜的啊。他那个他相当于哎呀假摆，相当于义务的，相当于没啥管那个。要来跑第二天去了。曲征他们嘛，北河要跑第二天去了。到了。看到了。再看时间上。3圈，现在相当于3圈，这是2圈。
再跳一首啊！跳嘛，跳嘛，跳啊！啊，少爷。日出的地方。继续跳，把它跳完嘛，拿去的几首，要跳完。今天加班，星期五，现在几点钟？9:40了，9:40了。站着下去看，这个好听，主要是后面的动作比较快。好累的了啊！就是一个都不在后面动作很快，这懒得行。看了他们跳吧。我看下他们动作好学。后面好看，后面动作很快哈。哦，这个我们跳是标准的。他的动作比拥挤的动作大一些。就是拿去的都是差不多，就跟他一样的嘛。啊。拿去的动作都跟他差不多，我觉得。这前2分钟都比较慢，后面就比较快。我们的动作有的是拿去的。嗯，对。
跳吧？我看还跳不跳？有可能还要跳，要跳完嘛？跳拉去跳完，继续喝水啊，全是汗。它不是偶尔把的，那边把的是土产品。这去整些精力好得很，泳季都来不及了，还休息。好多阿布也下去了，但是来不了啊，来不及了。后面那3个好像是那去的吧？哦，不是，昌都嘛是对，忘了。上吧，嘿嘿，他们俩还在一起。之前画面几乎一样了，之前画面一样了吗？一样，我用的 HDR 那种，HDR 就是就不用，我这边就不用做了，直接传到会员看那个。我用2.7K 了，没用4K 了，世界太大了。对，这个是摇40厘米的分辨率，仅此个4K。应该不出意外的话，还有个拉长裙。哎呀，没跳了，不跳了。来，继续跳，来跳，还有一曲，还有拉长裙。还有一个啊。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他们都来不起了的嘛，你看。我还来得及。阿布都来不起了。今天就是最晚的一次，都跳了1分45，1个小时45分钟。没有人举过。啊，不会，没有。举了就糟了。不会，他这边9点半嘛，今天事实不存在。今天都来不及给你买零食的。哦，没事。今天我小娃儿这个煮饭没有时间，那个只有下周再给那个。他说。谢谢。
没事不客气。春香，我说普通话，我说普通话他听得懂。春香，美国那个。他在哪？啊。本来他有跟这个17送了礼物嘛。本来说是他跟他买那些营养品那些，但17说不用了，因为我送他的他都不要，他不喝咖啡，他也不吃巧克力那些。17，我都不知道买什么。他不巧克力他都不想。对啊，还有我刚买咖啡，他不行了，他不是马上要考10个吧？最后几个都全部是拉去那个。啊，他全部要放完嘛。哎呀，这好几天没跳了，把我跳热了，今天才把我最后几个。青羊宫那几天人还是比较多，但是跳没得人直播，都怕直播。那天豆出来直播号，他就把关了，因为害怕别个说。人家抓到把柄了嘛。还有那个真事儿真事儿你看他戴起口罩，戴了个那个。就怕别人直播了之后觉得说到。警官学院。什么？摔倒了。啥子？摔倒了。哦，摔倒了。他们3个最好的。他们3个。哎，哦，对，他们3个。我把它关了。送了5个。本来6个的，还有一个没来。还有一个昨晚出没来。星期4送他们，是一个韩国，他们空运的礼物，从韩国过来的，还在路上。哟，还从韩国空运啊？他卖的东西不知道是啥。对，每个团的每个人都有，每个人都有。从韩国吧？哎，30多个吧，30多个吧。哪个？就是韩国的每个粉丝群。是。等一下我们拍一下吧，要不我跟他们要不要在一起拍一下？这个再一个，再一个。这个你再一个。那就有很多人了，就是跟韩国每个人都哎，拉不完了。哎，哦，没事，谢谢。谢谢啊，这个我不会收割。哦，没事，我放了。谢谢啊。哎，谢谢啊。把那个，我帮我拿一下吧，那个，插了上面了，插到上面了。高兴啊！我看一下能不能在一起照个相。我看他这边还有一个吧，还拉不完，还有一个是谁啊？17应该就走了。他应该没事。哦，那走了，算了，因为他有些有事情嘛，他们有些上场了就走了。周宝初今没来，他今天加班，他有可能是有什么有重要的客户嘛，说不清楚。反正他明天就来了，明天就来。什么？把那个收东西。那边有个老年人倒了，摔到地上了，好像是高血压嘛，是什么？躺到地下了，不知道。过来，吃完没有？用记在这儿吧。你来哥哥，你没养他了吗？我抱着吗？你抱着吗？借一天的话，同学在一起了，借一天的话，他肯定会想你的。啊。大学那个，大学就是电子科大的。哎，这边还有一个。耍了一天，我看这边还是谁？这个是。明天来嘛？明天。哦，是取证了嘛？取证去那边了。哦。他刚刚还在这边。哦，他就帮看那个看。啊？他是看这个。哦，看那个。这里面啥子了嘛？到是不是他高血压？有高血压躺在地下，好像是一个老年人嘛。我以为这里面在拍哪个？没有，他是一个人摔到地下了，好像是高血压那个。取证是护士嘛，护士的应该懂一点，保姆也是。
最好把那个相机收了算了，没什么拍的了。哎，装垃圾的，赶紧的。就是学员的肯定要得嘛，连票给，要得你不点洗哦。下一个阿姨了。走了已经。李先生拍了很多条。哎，扎西。李先生，我看我在我在春熙路也看，他都是李先生的作品还好。看曲珍帮忙去看去了，把那个关了。哎，这是谁的？这是什么？这是谁的？这个是干什么的吧？是小娃刷的吧？这是粉丝送给他的呀。吓死同学嘛！小朋友是玩的那种。看一下吧。你报警了吗？报120了吗？对面是可以，大家不用看。他们在帮忙。那应该是这个，应该是这个，请过来吧。回来。这旁边。就是有很多。一环路南是不是？这有一个老年人倒了。啊，在那边，他们两人报，他们是确认他们是高血压吧？心脏病吗？高血压？老年人吗？哦，是哪个人？哦，哪个人都不晓得。哦，男的吗？女的？哦。少围着人家怎么呼吸啊？是一个老年人跳舞的，上年纪的每天都要跳，但是突然犯病了。曲珍他们在帮忙，曲珍和欧姆都在帮忙。哇，曲珍！按一下，按一下。哪里来了啊？奶奶没吃到教室的样儿。欧姆在帮。1号路。